我说，陶大伟你不行了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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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偷偷在窃笑，回头对他说：“孙越你太老，不信咱们走着瞧。”我用飞毛腿呀，你用香港脚啊，咱们两个来比较。你改不改？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是你还是我老。你不要跟我赛跑，你可以学学柔道，可是你个子太小，手里最好拿把菜刀。胡说！有一个故事，我想你知道，就是龟兔赛跑。你是乌龟，先跑的后到，后跑的先到，我想你会明了。我早知道了。不是我吹牛，我让你先跑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啊！再看场电影，还睡个午觉，最后还是我早到。气死我了！孙越，你别烦恼，不是我在讥笑，是你自卑太重要。我摸摸你的手，我看看你的脚，实在吓我一大跳。怎样？我给你一个劝告，请你仔细听好，永远永远不要忘掉。你听着，你的骨头太老，你的双脚太小，最好不要乱跑。1、2、3，我拔腿就跑，差一点我摔了一跤，忍着痛我边跑又边跳，管他闪耀不闪耀。哎呦！你跑你的路呀，我过我的桥啊，咱们两个玩多标。可以。管你怎么跑啊，随你怎么跳啊，我都对你呲牙一笑。你笑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的信心不小，虽然臭汗流到脚。哎呦！当我跑到目标，回头对你瞧瞧，还在树下睡大觉。好，你改了，咱们来比划比划。可以。好，预备1、2，我跑不了了。哈！裁判，你的枪打中陶大伟的脚了。哈！